好，来继续来看云林县有真侪百年的大庙，特别甲台湾后生来合作，要来造访到县内5间的大庙，而且假日有导览，要互旅客感受到特殊的宗教文化。啊，这个北港的虎尾线今仔日正式来启动。 云林县是一个宗教圣地，县内有真侪超过100年历史的大庙。这摆云林县特别拣县内5间庙以这做主题，和台湾好行推出旅游路线，今仔日正式启动。到我们北港的武德宫、我们的朝天宫，来到我们的口湖游客中心，再来到我们四湖的海清宫，来到我们台西的安息府张李莫千岁，来到麦寮的拱范宫，这5大庙宇都是非常具有规模而且具有代表性的庙宇。 这摆活动主题要招民众来云林感受特有的宗教文化。若是到休困日，庙方阁会派人做导览，让民众会使深刻感受到100年历史的宗教之美。我们这一条与神同行不只是到我们从台铁下来，从高铁下来，那第一站呢就会到我们布袋戏馆来看看我们的布袋戏文化。其中这摆北港虎尾路线，阁会使配合主办单位设计 APP 游戏，只要完成条件，就有真侪大奖会使抽，有兴趣的民众一定爱来参加。